各位嘉賓、各位朋友，歡迎大家今日嚟到油塘社區會堂參與由結緣原始點健康促進會主辦嘅活動徒步挑戰66公里騰格里沙漠慈善行嘅啟動禮。我係今日嘅司儀，我叫 Alan， 你哋好，大家下午好。首先咧，想邀請大家，不如用熱烈嘅掌聲俾我哋身邊嘅朋友去迎接今日好嘛？歡迎大家嚟到支持我哋今日嘅呢個善舉，多謝你哋。結緣原始點健康促進會咧，一直致力於為香港嘅基層長者提供健康嘅支援，去幫助長者緩解痛症同埋改善健康嘅困境。嚟緊喺2025年嘅9月份，佢哋將會挑戰徒步用3日2夜嘅時間，穿越66公里嘅騰格里沙漠，希望為我哋嘅有需要嘅朋友同埋長者咧籌募善款，去幫助佢哋改善長期受痛症困擾嘅問題，亦都幫助一啲低收入嘅長者改善佢哋嘅生活，提供療程。而今日嘅時間呢，就希望將呢一個善舉分享俾在座嘅善長仁翁同埋社會各界知道，希望有更加多人關注我哋今次呢一次嘅活動，亦都有更加多人可以幫助到香港嘅低收入長者家庭。而以下落嚟嘅時間呢，先有請結緣原始點健康促進協會嘅創辦人兼主席李碧潔女士上台為我哋支持，有請。係，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會用普通話來講的啊，請大家多多的見諒哈。非常感謝大家撥冗出席我們這一次騰格里沙漠的慈善行的一個啟動禮。我是 Peggy 李碧潔，認識我的人呢都知道，我呢是在湖北出生。那我小時候的夢想呢，我是走出農村，來到大城市。今天我來到了香港這個國際的大都市。算是實現了我當年的夢想。然而，當我為生活忙忙碌碌的時候呢，我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2017年，我有幸結識了蘭哥林亞蘭先生，他向我介紹了原始點療法，從此呢，我走進了原始點的世界。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經歷過有痛症、麻木或者是抽筋的一些困擾。在我的客戶當中呢，有一些因為三叉神經痛而痛不欲生，想要跳樓；有些人因為腰痛20多年，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覺；還有人呢因為藥物的副作用而導致下半身麻木無力，甚至抽筋達到半個小時；甚至有位女士重聽了3年，然後她封閉了自我，不願意和外界的任何人講話，但是他們都在原始點的調理下，逐漸的康復，重拾生活的希望。我被原始點神奇的療法所感動，更加被原始點的創始人張昭漢醫師的無私奉獻精神感動。我決心投身推廣原始點，在此並結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2023年，我成立了結緣原始點健康促進協會，並在我們 BNI 會友的幫助下，拿到了慈善88牌，展開了慈善之旅。我們致力推廣原始點醫學的理念，在學校、社區和社福機構舉辦健康的講座。我們每2個月一次，有公益手法班傳授解痛的技巧，普及健康的知識，引導香港市民建立正確的一個健康觀念。去年，我們與明年會合作，在秀茂坪舉辦了10多場的解痛服務，見過許多長者受痛症的困擾。我們每次義工團出現，他們都滿懷期待前來排隊，做完後也會問我：“李姑娘，你們下次什麼時候再來呀？”這個期待讓我深受感動。根據統計，我們每3位基層長者當中，便有1位長期受慢性疼痛的折磨。他們或者因經濟壓力而放棄治療，或者因為無人照顧而獨自承受着痛苦。正因為如此，我們決定以實際行動，為了基層長者的身體健康出一份力。而去年，我參加了另一機構舉辦的戈壁沙漠慈善的活動。
我们经历了4天3晚108公里的徒步，这一次启发了我。我们是否能够组织一场沙漠徒步的挑战，用汗水和毅力换来社会的关注，筹集善款去帮助那些基层的长者呢？于是，我发起了这一次腾格里沙漠的慈善行。我们将以双脚取丈量善意，挑战3天2夜66公里的腾格里沙漠徒步之旅。我们的目标是筹募20万的善款，帮助至少有50位的长者能改善他们健康的困境。所有善款将用于提供原始点的痛症疗程、照顾者培训、后期的资源以及社区健康大使就业的培训计划，让更多人能够掌握守护健康的能力，让这份温暖生生不息。在此，我诚挚地邀请各位嘉宾和朋友，无论是捐款参与徒步，还是转发讯息，您的每份心意都将化作沙漠中的清泉，滋润那些被病痛干涸的生命。让我们携手同行，用滚烫的善意，在腾格里的沙漠上走出一条通往温暖和希望的道路。謝謝大家。前九龍城區議會主席何顯明先生 BBSMH， 西貢區議員張美雄先生，佢今日因工作未能出席，有請佢嘅代表陳廣輝議員。香港視覺影像文化協會創會會長朱冠球先生 ，GCC 全球華人總商會執行會副主席呂君蓉女小姐。鯉魚門兆香園老闆兼第2代掌舵人劉比利先生，盈富健康產品有限公司聯合始創人林啟祥先生，前香港小姐及無線電視藝員，現為優質生活平台教育平台嘅創辦人及主持譚佩珊小姐，仲有我哋香港長跑網總監李歡成先生。有請各位主禮嘉賓，同時亦都邀請我哋協會嘅副主席林亞朗先生，有請。多謝今日咁多位主禮嘉賓咧一齊出席支持我哋嘅活動。以下咧先有請各位主禮嘉賓咧可以逐一嚟到台前咧，同我哋簡單分享幾句你哋今日嘅感想。首先有請前九龍城區嘅議會主席何顯明先生 BBSMH， 有請。你都聽到啦，我係前九龍城區議會主席，即係其實已經係退休啦，已經 step down 咗。不過咧，始終都要支持呢啲社區嘅活動。咁啊，可以講我今次咧係跨區啦嚇。我喺九龍城咧就好熟嗰個社區，咁但係嚟到呢個觀塘啊、油塘呢邊咧就唔係好熟啦。咁啊，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咁啊，希望將來嘅活動咧，我哋喺呢邊咧都會多多支持嘅嚇。咁啊喺呢度咧，我亦都想講一講，我退咗休啦，咁啊有啲咩做咧？咁其實咧退而不休嘅，咁啊退咗之後咧都會幫啲朋友咧幫下佢生意上邊嘅活動啦，咁亦都咧好機緣巧合之下咧就加入咗一個商會。咁啊商會裏邊咧有一句係好有效嘅，對大家都叫做咧 Do what you love in the service of people。Who love what you do？ 嗱呢句咧好好嘅，就話中意你要做嘅嘢，當你服務嘅時候咧，啲人咧就自然中意你做嘅嘢㗎啦。咁啊，多謝大家。多謝何主席嘅分享。以下有請西貢區議員張美雄先生嘅代表陳廣輝議員代表為我哋致辭，有請陳議員。好，大家下午好，我係陳廣輝議員。咁啊，尊敬嘅各位來賓朋友，咁啊，今日我嘅地區兄弟啊張美雄議員啦，因為臨時有事嚟唔到，咁我同我呢位兄弟一樣，就好支持呢一場用汗水換取長者笑容嘅善舉嘅。今日咧亦都好榮幸啦，可以參加呢個徒步挑戰66公里騰格里沙漠慈善行嘅啟動禮，見證呢個重要嘅時刻。我知道今次嘅慈善
籌款咧係會幫助到每位長者作為呢個痛症治療嘅服務嘅。咁我作為區議員啦，咁我亦都深知道基層長者面對痛症嗰個時候嘅無助，而我喺關愛隊上面亦幫助咗唔少呢方面嘅長者。今次你哋挑戰沙漠極限計劃籌款支持50位長者咧，展現咗我哋香港人為弱勢而行嘅熱血精神。最後咧，我呼籲各位咧就慷慨支持，咁預祝呢個活動咧圓滿成功。大家參賽嘅去籌款活動嘅就平安凱旋而歸。多謝大家。多謝晒議員，多謝議員同埋主席咧帶領唔同嘅社區朋友咧都一齊支持我哋嘅活動。以下落嚟有請香港視覺影像文化協會創會會長朱冠球先生為我哋支持，有請朱生。好大家好啊！唔講咁多客氣嘅説話先，我淨係講幾句心底説話。我自己都係呢個痛症嘅受困人嚇，OK。Peggy 幫咗好多手啊，我都感受到呢個痛症咧係影響個人生好緊要嘅。我係一個職業攝影師，我攞唔起部相機，其實幾咁無奈咧，係咪嚇 ？OK。所以咧，其實能夠幫到好多老人家去做一個痛症嘅治療，喺社區裏邊帶嚟更多嘅歡笑咧，有歡笑。我先有相影到㗎嘛，係嘛？呢個係我哋最核心所見到嘅嘢嚟嘅，所以我哋一定會支持呢樣嘢。第二咧，我想呼籲大家，其實如果有能力嘅話，真係要上去望一望。嗱，呢幾日我哋天氣好熱，我都有出去做嘢影嘢。我哋天文台話俾我聽，好熱有太陽。今日話俾你聽會落雨，嚟緊我哋會知道會打風。我哋好似知道晒所有嘢喎，但係唔係。你試一試去下呢個騰格里啊，你望一望。我哋嘅大自然一定會有一啲嘅驚喜俾你去感受嘅。我記得我30年前，啱啱好30年前，1995年，我第一次踏足沙漠，就係行呢個明沙沙越大船玩嘅啫。其實個沙漠嘅感受已經同我所認知完全唔同啦。大家有時間最緊要去支持一下，行下呢個。多謝大家。多謝朱會長。以下落嚟有請 GCC 全球華人總商會執行會副主席呂君蓉小姐，有請呂小姐。大家好，我係全球華人總商會嘅 Alice 啦，呂君蓉啦。我今日好高興咧，就可以嚟臨到呢度啦。就首先我哋要感恩完結原始點健康促進會，以勇氣咁樣去鋪墊。我哋9月9號到15號，其中有3日咧就會係3日2夜咧，就去到呢個挑戰呢個徒步挑戰66公里嘅騰格里拉沙漠慈善行嘅。咁咧就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我哋喺呢處咧今日咧就希望可以為到呢50位嘅長者喺呢個受困於呢個痛症當中咧，可以去緩解，甚至乎係俾一個開闢一個希望之路俾佢哋嘅。咁咧喺呢度呼籲大家啦，就踴躍捐書啦，同埋如果有時間嘅出錢，有力量嘅可以出力一齊行呢個騰格里拉嘅沙漠咁樣嘅。咁咧喺呢度我哋用熱烈嘅掌聲去呢個以愛出征，係完結今日我同你哋嘅呼籲，好嘛？多謝大家。多謝呂小姐嘅呼籲，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啊，非常重要。好，跟住有請咧，我哋嚟自鯉魚門兆香園嘅老闆兼第2代嘅掌舵人劉比利先生，有請劉老闆。好啊，大家好啊。咁咧，大家知唔知咧？我先介紹下自己先啊。咁我係劉比利啦。咁啊，英文名叫 Billy 啦。公司係鯉魚門兆香園，香港58年歷史啦。好啦，咁想問下大家個問題咧，知唔知今次我哋籌款嘅目標係幾多錢啊？20萬係咪？唔係好多啫，20萬。不過，如果在座大家唔去行動咧，2蚊都籌唔到㗎，大家知唔知啊？好啦，20萬真係唔係一個大數目嚟㗎，咁我自己都捐咗少少啦。在座每一位，我相信大家都會有盡咗你嘅能力。不過我想問下，你哋身邊有冇你嘅朋友啊？你嘅朋友有冇你嘅朋友啊？可唔可以將呢個信息帶俾你嘅朋友？因為呢個真係好有意義嘅一個活動嚟㗎。除咗自己去參加之外，鼓勵大家參加。唔參加唔緊要，鼓勵你啲朋友去參加。朋友去唔到，叫佢捐少少錢。我哋呢個20萬呢個數目咧，就好易達到，係可以幫到50名長者。我諗大家喺屋企亦都有老人家，你知道真係有啲痛症係好辛苦嘅。咁如果大家能夠盡少少力，坐喺度冇用㗎嚇，我成日都講，大家要行動。咁啊行動咧，集
集沙成球啊！多謝晒，好咁啊！呼籲大家記得分享你身邊嘅朋友，達成呢個目標。多謝晒大家，多謝晒劉老闆。跟住落嚟有請盈富健康產品有限公司聯合始創人林啟祥先生，有請林生。首先多謝阿 Peggy 嘅邀請啦。咁啊，今日天氣好熱，就正咧就真係好日嚟嘅，就啟動呢個沙漠行。咁其實我想分享咧，我上年咧就患有呢個50肩。咁嗰個痛法咧，有患過就會知㗎啦。係你瞓覺轉身都會痛醒嗰隻，仲要佢唔係痛幾日，係痛2個月，痛足2個月。咁我哋可以選擇咧去睇醫生啦。又或者我哋可以去食濕片文啊，揾阿 Peggy 啊做治療啊咁樣。咁但係對於一啲低收入嘅長者，其實佢哋生活已經好拮據㗎啦。即使而家買止痛藥都100幾蚊一排，咁對於佢哋嚟講係好辛苦嘅。咁難得阿 Peggy 可以舉辦呢一個行動咧，咁我希望大家真係將心比己，多啲支持。係啦，咁啊希望預祝大家成功平安。OK， 多謝林生嘅支持。以下亦都有請前香港小姐兼無線電視藝員，現為優質生活教育平台嘅創辦人及主持譚佩珊小姐，有請。Hello， 大家好，哇！今日呢度人山與人海，好多謝啦！呢個活動嘅叫做發起人 Peggy， 同埋咧結緣原始點咧呢個名我好中意，因為同佢哋都係相識半個月到啦。咁啊，估唔到咧就由阿 Peggy 咧親自邀請我，不如阿蘇你嚟做呢個嘉賓啦！我話何德何能咧？我對佢非常之欣賞，一個嬌小玲瓏嘅女士啦，居然咧就話發起哇！我行聽戈壁沙漠就因為我嘅先生咧就係都有去過戈壁沙漠，咁我梗係唔會跟佢去啦，係咪？曬到黑掹掹咁樣啊！點知咧就認識呢阿 Peggy 咧，佢居然話都去啊，仲去一個咁特別嘅地方叫騰格里喎。咁我就好冇聽過喎，真係好好奇。我仲見得到咧佢哋嘅同伴，我想請問在座有邊位咧陪同阿 Peggy 會起行㗎？哇！呢啲啊，哇！全部都係女孩子嚟嘅，男孩子啊！哇！嗱，著起呢啲衫咧好有型，係咪着起件衫等於有得去㗎啦？我覺得咧呢一份咧真係好支持啊，係嘛？因為我聽過一句説話咧，領袖啦，領導力咧唔係權力，而係咧行動帶嚟嘅影響力。咁我深深咧就體會得到咧 Peggy 咧佢係一位咧好 good leader 咯。咁啊佢自己身體力行。咁今次咧有20萬嘅籌款，我相信咧呢個絕對唔難㗎。我呼籲啦，即係因為同佢一齊同行嘅好重要啦。自己咧經常都要係我當年啦，係曾經有一次嘅經驗咧，就係去過base camp 㗎。咁啊都行到咧。未嘔白泡咧，都嘔黃膽水㗎啦！但係我唔知道咧沙漠會係點啦。咁但係真係嘅，去到嘅時候咧，真係因為有好多嘅善長人翁啦，好多人叫做我哋都係嚟自商會㗎啦，同阿 Joseph 一齊，就係有一句説話嘅咧，就係我哋要先付出啊嘛，後回報啊嘛。我諗心裏邊嘅內心 peace of mind 行完之後咧，一定咧又可以幫到人咧，係我哋嘅終身受用嘅。咁我相信咧呢個活動咧係令大家咧即係參加嘅，無論我哋出錢或者出力嘅咧，都係咧無憾終身終身無憾嘅。咁同自己講一句説話啦，無論人生去到邊個階段都好，我今次未必有機會同行啊，未來一定有機會嘅。咁亦都咧深深為自己同埋向大家咧做一個祝福。咁頂峰相見，就多謝你哋 ，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阿蘇，多謝譚佩珊小姐，可以先就座。依家落嚟嘅時間咧，我哋即將進入今日嘅啟動禮啦。有請咁多位嘉賓咧，稍後為我哋進行呢個啟動儀式。麻煩我哋嘅團隊咧，將我哋嘅啟動儀式嘅氣球拎到出嚟，我哋舞台前面先。麻煩咁多位。稍後嘅時間咧，我哋會有請台上咁多位嘉賓咧，用一支金針幫我哋燒過呢一串炮仗，急爆呢啲氣球咧，就一齊代表住我哋今次嘅慈善行咧正式啟動。有請咁多位咧，可以嘉賓上前，係啦。拎過我哋團隊手上嘅金針，係啦，10、9、8、7、6、5、4、3、2、1，徒步挑戰66公里騰格里沙漠慈善行正式啟動。4
Thank you，好啊，不如一齊俾個 like 啦，好唔好啊？豎起手指公，係啦，好右手豎起手指公啊 ，thank you。有請我哋嘅慈善大使，第一位慈善大使何顯明先生 BBSMH， 非常感謝何生嘅支持今次嘅活動。我哋俾啲掌聲，多謝何生。相信咧，一定可以動員到好多社區嘅力量咧，去為我哋今次嘅活動咧籌得更加多嘅善款。多謝晒。咁 Peggy 咧請繼續留步，何生可以休息一陣先。亦都非常感謝我哋另外一位慈善大使西貢區嘅區議員張美雄先生。咁今日因事未能出席咧，有請陳廣輝議員代表接收我哋嘅感謝狀。多謝陳議員同埋張議員嘅鼎力支持。好，我哋過翻嚟中間少少咧，影張靚相先。多謝晒。好，請議員咧可以先就座。亦都感謝咧我哋嘅協辦單位全球華人總商會，有請佢哋嘅執行會副主席呂君榮小姐代表嚟到舞台上面咧接受我哋嘅致謝，非常之多謝咧今次一齊協辦我哋嘅活動。相信咧有好多嘅朋友都會透過總商會咧可以接觸到同埋了解到我哋今次活動嘅善舉嘅。多謝晒，亦都唔少得咧，我哋香港視覺影像文化協會有請創會會長朱冠球先生，今次咧亦都支援咗我哋好多拍攝上面嘅工作。今日嘅拍攝團隊咧都係嚟自佢哋嘅團隊，非常之多謝佢哋，非常之鼎力支持我哋嚟緊嘅活動。多謝晒朱冠球先生，亦都有請 Peggy 主席咧可以休息一陣。而家咧有請我哋嘅副主席林亞朗先生向以下嘅贊助商咧作出致謝，排名不分先後，當中咧包括醫養環球養生有限公司，有請佢哋嘅代表 Angie 可以嚟到舞台上邊。佢哋嚟緊咧將會贊助養生湯180個，送俾我哋咧去參與今次活動嘅參加者啦，同埋我哋有需要嘅長者朋友嘅，非常之多謝醫養環球養生有限公司。好呢度，望鏡頭呢度，係嚟得多。好，有請贊助商嘉賓咧，可以我哋過嚟舞台旁邊稍等一陣先，我哋轉頭咧一齊影張靚相。好，有請副主席咧繼續留步，咁因為咧稍後我哋會有大合照嘅。下一位嘅贊助商咧非常感謝鯉魚門兆香園，有請劉老闆，佢咧為我哋贊助咗稀有堂嘅堅果能量棒60盒啊！咁啊相信咧響整個旅程當中咧都為大家提供滿滿嘅能量。我啲幾個兩個啊，影埋嗰個。好，唔該晒我哋攝影團隊。亦都多謝咧鯉魚門兆香園一個58年歷史嘅老字號，為我哋支持今次嘅活動。多謝晒，有請朗哥咧繼續留步。以下咧有請德順健 Firewood Health Products Limited 贊助極能修甲太原飲10盒，多謝林啟祥先生。相信咧嚟緊我哋嘅活動裏邊咧，響飲食啦、健康方面嘅支援咧都非常之重要。畢竟咧用3日去挑戰66公里嘅徒步咧，一啲都唔容易嘅。跟住亦都非常之感謝森寶寶 Pillars Nature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贊助咗 NMN 同埋 PQQ 10盒，有請佢哋嘅代表 Raymond Wu， 有請。知道咧保健品咧喺我哋嘅生活當中都係非常之重要啊！咁啊，當然啦，嚟緊嘅參與慈善行嘅朋友啊，或者我哋嘅長者朋友咧，都好需要好好咁樣補充自己嘅健康嘅。有請咧嘉賓可以先行休息一陣，亦都多謝晒我哋嘅副主席，亦都有請咧我哋另外一位協會嘅代表，有請協會顧問郭次康先生 Eric 咧嚟到舞台上邊，為我哋向另外嘅幾位贊助商咧作出致謝。歡迎 Eric， 麻煩 Eric 嚟到舞台。
感謝下一位嘅贊助嘉賓，嚟自利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請佢哋嘅負責人 Ellie Paul 嚟到舞台上邊，佢哋將會贊助咧60支止痛噴劑啊！呢個非常之有用啊！喺我哋嚟緊呢66公里裏邊咧，雖然希望大家都平安順利，咁但係咧總會有需要用得着嘅時候，咁啊非常之多謝佢哋贊助我哋呢一個物資上面嘅支援。有請嘉賓咧可以喺舞台上面都影完呢張靚相之後，稍時休息一陣。好多謝晒，請 Eric 繼續留步。下一個贊助單位有請軒源教育基金關愛社區嘅何小姐，佢哋贊助咧犀利啦，艾貼100盒啊！咁啊，相信咧我哋咁多位徒步嘅善長，我哋參與嘅隊員咧，行完呢66公里之後咧，都要休息下手仔腳仔嘅，咁啊，所以有呢啲艾貼咧，絕對幫到手。好啦，多謝晒何小姐，一齊影張靚相先。Thank you。好，跟住咧亦都有請 Eric 咧為我哋致送最後一位嘅贊助商，嚟自 OnePlus Hong Kong Beauty Training Limited， 有請佢哋嘅代表咧上前接受我哋嘅致謝。佢哋將會為我哋贊助面膜60盒，哇！呢個都好緊要啊！知道有幾位女將咧已經報咗名參加，咁所以咧去完咁酷熱嘅沙漠環境之後，當然要護一護膚啦。咁所以多謝晒佢哋贊助我哋嘅面膜。所以你見到我哋嘅贊助商實在非常之細心，面面俱圓，全部部分都安排好晒。有請咁多位我哋嘅嘉賓一齊上前咧，不如影一張大合照啦！今日嘅活動咧，好多謝你哋嘅支持，同埋咧無論響物資上啦、善款上啦，你哋嘅呼籲網絡上面咧，都為我哋今次嘅活動咧打開咗一個非常之好嘅序幕。快啲過度，當定好多位啊！近唔該。大家向我右手邊睇，右手邊。好，我哋一齊向我呢一邊咧小褪兩步。好，我上呢邊左手邊入多少少嘅，褪入啲嘅，向後。係啦，我哋一排過就 OK 啦，唔使分兩行嘅，唔該晒。亦都請各位一齊俾啲掌聲台上嘅嘉賓，同埋俾啲掌聲自己，因為嚟緊嘅時間咧，相信各位一定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甚至乎咧好似各位嘅嘉賓呼籲一樣，打個電話 send 個短信俾身邊嘅朋友，等大家知道呢一件善事嘅話咧，亦都係非常之咁功德無量嘅。好，一齊影多張靚相先。好，加油！行近隔離沙漠行，順利成功，耶！咁啦，我係林萬朗啦，好似阿 Peggy 話齋，咁我哋做咗原始點做咗10幾年㗎啦，咁希望各位咧都去嘗試下了解下呢個原始點，跟住之後咧就同我哋一齊共同出發，希望咧我哋嘅目標可以不久將來可以達成。我哋嘅目標咧就係每個家庭都有個醫生，每個家庭都可以幫你自己解決。好啦，咁我哋今日介紹呢個沙漠行咧，個沙漠喺邊度嘅咧咁？其實我哋咧就叫騰格里沙漠。騰格里咧其實就係中國第4大嘅沙漠。咁佢橫跨咗好多個省嘅。咁我哋揀呢一部分咧去行咧，就係響寧夏嘅旁邊。咁點解揀呢份咧？就係因為覺得呢度啲沙最幼，大家去過沙灘㗎啦。有啲沙灘大家都係沙，不過就好鞋嘅。呢度啲沙咧就好幼嘅。同埋佢上上落落，有上坡有落坡，好好玩嘅。咁但係咁行沙漠，個個都話會唔會好難啊咁？咁但係其實咧就同我哋行沙灘分別唔大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到時咧就每個人咧會有一個嗰個鞋套，套住咗鞋上到膝頭哥，所以啲沙就唔會入咗隻鞋嘅。咁行起上嚟就唔會好似人哋講話好似個泥沼咁踩晒成隻腳入去。咁同埋咧去到嘅時候咧，嗰個教練亦都會教我哋點行喎，原來要行都要識嘅喎。點樣上坡嘅時候用啲咩力，落坡嘅時候用啲咩力，跟住個方法咧就好容易咧就可以行㗎啦。所以咧就唔使擔心嘅。好啦，咁我哋66公里係咩概念咧？咁大家都有聽過毅行者咯，毅行者咧係100公里，而係要日半裏邊完成。我哋咧係分3日2夜，晚晚有覺瞓。餐餐有飯食，所以你哋唔使擔心啊，唔使驚嘅。好啦，咁我哋個行程係點嘅咧？咁我哋就先揾下活動策劃阿琪琪小姐幫我哋介紹下先。
好，多謝兩個，大家好。咁喺我哋先 Peggy 都有講過啦，我哋有去過戈壁沙漠啦。咁我哋點解會揀騰格里沙漠咧？咁喺兩者之間有唔同咧，就因為戈壁咧，其實佢已經開墾咗好多，而且佢亦都沙漠化㗎啦。咁亦都開墾咗好多公路。相對之下咧，騰格里咧個沙漠咧就好似阿朗哥一講，好靚。咁你可以想像下一個畫面，喺太陽斜落日落嘅時候，一片嘅黃金細沙就喺你嘅身後，哇！嗰個景象係咪好靚呢？咁好啦，我哋再講翻，究竟呢7日6夜會發生什麼事呢？咁第一日咧，我哋當然由香港飛去銀川啦。咁喺4星級嘅酒店，我哋安頓好大家之後咧，第一晚咧，我哋係冇安排活動嘅，自由活動。咁我會推介大家去一個叫懷遠夜市度咧，就食下嘢啦，買下手信啦。咁嗰度咧係都乾淨嘅，好多嘢食嘅。咁第二日咧就會有旅遊車大家去2至3個景點啦。咁有一個景點咧就係國家級嘅影視城。咁你哋會睇到好多電影嘅經典場面咧，咁都幾得意㗎。咁然之後嗰一晚，我哋大概4點零鐘咧就會送大家翻酒店梳洗一下。喺翻酒店度咧，我哋會有一個歡迎會，再簡介一下究竟我哋去到沙漠要注意啲乜嘢嘢。就一齊食個飯啦，然之後大家咧就要早啲翻去酒店瞓啦，因為第3日咧我哋就要進入呢個沙漠地帶㗎啦。咁我建議大家嗰一晚咧，將行李咧就分開3部分。第一個你唔需要嘅嘢就擺喺酒店度寄存。第2份咧，大概用一個呢個袋咧，夠晒你3日2夜㗎啦，包括我哋嘅面膜，包括女士嘅防曬嘢，咁就已經夠晒㗎啦。然之後咧就同埋第3個行李咧就係、我哋有型男去示範。咁咧小背囊跟身，咁呢個我哋都係大會送埋嘅。咁呢個小背囊咧最好咧就已經執好晒你嘅水啦、小食啦、防曬用品啦、你嘅日用品啦，咁就擺晒落去就夠用㗎啦。喂，俾啲掌聲嚟聽下先啦！哇，幾型！於你啊，係啦，係啦。咁行李同小背囊就跟旅遊巴上去我哋嘅騰格里起點，大概係2個半鐘頭度咧，就會去到起點㗎啦。咁當中我哋會放飯啦，然之後喺起點大家影下相咧，就準備出發。第一日咧就會係16公里嘅，然之後我哋中間有水車同埋吉普車嘅。假如我覺得真係有啲攰，有啲狀況出現嘅時候咧，我哋可以伸手叫吉普車，我想上車坐下，甚至乎車你翻去營地都冇問題。千祈唔好因為面子或者唔好意思而夾硬行落去。我哋純粹係一個徒步精神嚟嘅，唔係一個認叻嘅精神，好冇？咁好啦，咁嗰晚咧，我哋就翻去營地嗰度啦，咁就有得沖涼嘅，有得梳洗，大概7點鐘咧就有飯食嘅。正如阿朗哥講，有飯有菜，一定食得飽。然之後咧就早啲瞓啦，因為第2日咧係一個比較長嘅旅程，26公里，上晝13K， 下晝13K， 中間有飯湯嘅，沿途都係有水站。咁第2晚咧就會精彩啦，因為我哋喺沙漠度放煙花。係啊，你又想像下喎，漫天星空喺度放煙花喎。如果你同你嘅心愛嘅人拖住手睇煙花，係咪好浪漫咧？浪晒啦！好啦，咁跟住都係嗰句啦，要早啲瞓，因為第3日咧就更加精彩，係我哋最後1日喺沙漠度。由我哋嘅起點去到沙漠大20K， 咁去到終點咧就有飯食，早翻嚟嘅就早食，遲翻嚟嘅攞飯上車食。係啦，因為跟住嘅行程咧就更加豐富，就係我哋重本將大家帶到喺沙漠一個好靚嘅營地，叫做大本營。咁裏邊咧就當然比我哋之前嘅營地係冇咁，即係之前嘅營地係比較簡陋啲啦。大本營咧就會好靚噶啦，有唱 K 啦，有滑沙啦，有周家家車啦。咁有啲部分嘅活動咧係要自費嘅。咁中意玩就玩，唔玩嘅就梳洗一下，扮靚啲。因為嗰晚咧我哋有個慶功宴啦，有一個結營儀式啦。
想大家喺嗰晚咧就感受一下我呢3日3夜喺沙漠裏邊行咗個路程，感受下你嘅人生經歷咗啲乜嘢，大家喺嗰個晚分享一下。原來都唔係咁易嘅啫喎，又或者原來好易嘅啫，同我哋行麥徑100K差唔多嘅咋。咁樣，咁以下落嚟咧，就交翻俾朗哥講下我哋喺呢3日裏邊嘅安全係數。咁我想問下呢度咧，有冇邊位曾經行過沙漠嘅舉舉手？哇，都行過沙漠，好好，係啦。嗱，因為我哋去行嗰個沙漠咧，我哋最重要，我哋覺得係咩最重要啊？安全，係咪？咁我哋就為咗呢個安全呢個態度咧，我哋更安全。我哋咧3月嘅時候已經派咗幾個工作人員特登去考察咗呢笪地方，咁咧就同國內咧幾十個嗰啲叫旅遊業從業員，因為佢哋都想搞呢個旅行團，咁佢哋就專攻咧嗰啲青少年嘅。就或者一啲叫團體一齊去學習啊嗰啲咁嘅，咁咧就一齊去玩。咁而呢個負責嗰個策劃隊咧，亦都非常專業。原來佢哋已經喺嗰個沙漠嗰度咧，其實做咗差唔多成10年㗎啦。咁而家咧已經喺某幾個比較熱門嘅幾個營地咧，其實已經有固定嘅營幕喺度㗎啦。咁所以咧佢哋係完全熟悉晒嗰度嘅。同埋我哋亦都做咗一啲演習咧，亦都分咗，譬如我哋要緊急嘅時候點處理咧，佢哋都分咗有綠色、黃色、紅色唔同嘅種類。譬如普通咬親柴啊諸如此類咧，我哋叫綠色，即場可以處理到啦。黃色嘅咧，咁即係譬如中暑啊或者咁，佢哋即刻可以車翻原地度休息啦。紅色嘅已經附近到邊度有醫院，已經全部策劃好晒，原則上係15分鐘之內咧就可以車到我哋離開嗰個營地㗎啦。咁所以咧，我哋全程咧，我哋3日裏邊咧，都係有呢個吉普車一路如全程係幫住我哋去一齊去行嘅。咁又幫我哋車行李啦。第二就係話，如果我哋邊個唔得，就好似阿琪琪話齋舉手，咁佢哋有晒 walkie talkie 喺高空望住晒我哋，一有需要佢哋揸架車落嚟就接我哋，就可以我哋快入營地休息嘅。咁所以個營地嗰個冇問題嘅。咁為咗我哋亦都擔心有啲人可能從平時冇咩點樣運動嘅喎，咁可以點搞啊？琪琪姐？哇！咁你哋就有福氣啦。咁我哋請咗咧前消防訓練員嘅教練嚟幫我哋走客席訓練2堂嘅肌力訓練。咁另外咧，我哋仲請咗一個就係坐喺度行咗10幾年嘅有為哥，佢咧有個花名，佢知唔知啊？人肉 GPS。佢幾乎咧唔使開電話睇路㗎，佢望一望個地圖，得係啦咁啊！佢真係對山徑啦、方向啦、路況啦係好犀利㗎，即係有為哥，我哋俾啲掌聲啊！有為哥好唔好？企起身嚟睇下啦，企起身啦！多謝佢，多謝佢。咦？咁即係參加呢個沙漠行，除咗去做善事，仲 upgrade 咗自己喎，可以訓練喎，原來哇好着數喎！訓練使唔使錢先？唔使錢，只要你報名，就算你唔報名，你話啊我唔知我自己得唔得喎？你報咗名或者唔該我叫我朋友嚟喎，得唔得喎？都得嘅，我哋無任歡迎。嗱咁當然有限額啦，先到先得啦。咁即係大家好有福氣啦，亦都係我哋既然如此促進協會好有福氣啦，可以請到好多好好嘅人幫手。好啦，咁啊頭先我哋介紹完啦，或者在座各位有冇？咦，好似有啲嘢唔係好明白喎，想知多少少嘅，有就舉手。有冇年齡限制啊？嗱，年齡咧我哋就冇限制，不過咧就要自負盈虧。係啦，咁咧就先如果有問題嘅咧，先去 consult 自己個醫生先。啊，咁。係啦，冇錯，更加好添。咁啊，幫我哋個協會仲加多一份力。我哋歡迎你帶一隊兵嚟㗎。咁但係個原則上就係話我哋分開幾段地方㗎嘛。其實每一段都係10零20公里嘅啫。唔得上車咯，我哋就車咗營地先，跟住又繼續咁啊，下一個 round 咪可以再行過咯，可以，所以相對係安全嘅。係我想問一問咧，就係
嗱，你哋即係搞呢個活動咧，我聽起上嚟咧，即係準備充足嘅。咁咧，我諗係要好多嘅人力物力同埋財力嘅喎。咁你籌咗20萬，會唔會即係淨係呢啲都唔夠數啊？抑或咧另外又有啲贊助商咧已經贊助咗晒，即係好多嘅嗰啲背後要使嗰啲錢啊。咁其實咧籌咗，我相信一定唔止20萬嘅。咁咧就可以會唔會話你哋個目標咧係幫50人啊？會唔會籌到多啲？你哋咧可以擴大啲，譬如擴大幫100人、幫200人咧，而係睇嗰個善款而定咧咁。我想了解呢啲咁。嗱，其實係咁嘅。我哋如果平白係乜嘢一張白紙咁去搞一個咁嘅旅行咧，啱啦，真係好嘥人力物力。咁啊好彩咧，我哋咧就啱咧，國內頭先我哋講過已經做咗10幾年佢哋嘅團體，其實佢哋有個團費嘅。咁我哋同啲譬如好似等於國內嗰啲旅行社一樣，旅行社去搞嘅時候，佢咪要賺錢嘅，咪賺咗俾旅行社嗰個盈利咯。我哋只不過將個盈利撥咗出嚟去做善事咁解啫嘛。咁如果係多啲人多啲參加多啲善款，咁我哋唔使講，一定係再放開唔止50人，我哋梗係希望去到5000人添啦。咁希望你大大要踴躍幫我哋傳輸俾你啲親朋戚友，大家一齊去支持我哋更加好。多謝多謝。仲有冇其他問題？好，咁我哋就將個咪交翻俾阿 Alan。唔該晒琪琪，唔該晒朗哥，俾啲掌聲。我哋兩位領隊先，嚟緊應該響沙漠上都會見到兩位領隊嘅，亦都多謝我哋觀眾朋友嘅提問，多謝晒。我相信呢，經過啱啱嘅説明呢，我頭先見到嗰個景象呢，唔似係一個啟動禮，似係一個去旅行嘅茶會。佢哋講得好清楚，話俾我哋聽，今次嚟緊呢一個沙漠行呢，絕對係一個有準備、好安全，亦都將會好豐盛同埋好有意義嘅活動。所以咧，我想請大家再次俾啲掌聲，我哋今日嘅大會，為我哋嚟緊嘅善長仁翁可以籌得善款之餘，亦都為大家咧準備咗一個好豐盛嘅旅程。希望咧嚟緊徒步挑戰66公里騰格里沙漠慈善行嘅呢件事咧，可以得到大家嘅支持。嚟緊響25年嘅9月9號至到15號咧，希望大家咧無論正如頭先我哋嘉賓所講，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甚至乎一個簡單嘅電話，一個簡單嘅短信，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等大家知道呢一件善事嘅話咧，絕對都能夠為我哋帶嚟更加多嘅善款同埋更加多嘅希望。希望我哋今日嘅善長仁翁繼續支持，分享俾身邊嘅每一位朋友，亦都喺度祝福我哋每一位參與徒步行嘅朋友都順利成功，身體健康，籌款成功，好唔好啊？我哋一齊祝福佢哋 ，Thank you。而今日嘅啟動禮嚟到呢一度咧，亦都圓滿完成啦。希望大家喺離開之前咧，可以留意下我哋兩邊嘅展板，有一啲好靚嘅沙漠風光嘅相片咧，準備咗俾大家。我哋嘅團隊咧亦都準備就緒同大家講解下，話俾大家知，其實喺嚟緊呢一個旅程裏邊，將會遇到一啲點樣嘅天氣，見到一啲點樣嘅風光。而亦都咧喺我哋離開之前咧，有啲小禮物送翻俾大家，亦都有茶點為大家準備咗。咁希望大家咧好好享受今日嘅下午，亦都嚟9月份，好好享受今日嘅旅程。咁啊，大電視上面將會循環播放住好多響沙漠上面嘅片段同埋一啲分享，咁大家咧可以細心留意嘅。今日我哋嘅活動嚟到呢一度咧，亦都圓滿結束啦。多謝大家嘅參與，嚟緊沙漠見。3、2、1，2025年9月9號。